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喺度做個預告啊！嗱，聽日英國時間星期五下晝3點鐘，同埋香港時間嘅晚上10點鐘咧，我會做一集轉會窗齊齊傾嘅直播啊！嗱，阿仙奴咧啱啱就簽入咗賓福特嘅隊長洛加特，取締咗將會離隊嘅柏提，咁我會講一講我對洛加特嘅睇法啦。咁另外咧，亦都會講講咧水晶宮嘅隊長古希，因為有傳啦，利物浦啦、阿仙奴啦、紐卡素啦，都對呢一位英格蘭嘅中堅有興趣，咁我會講解下點解咧，即係三隊波都對佢有興趣啦。咁另外亦都要講講咧，就係即係利記嘅紐尼斯啦、哥拿特嘅去向啦，仲有曼聯嘅球員咧，究竟即係華舒福究竟去唔去到巴塞隆拿啊？新組啊、加拿祖究竟走得去點咧，都會同大家傾下㗎。所以咧，聽日咧約定大家啦，記得咧即係英國時間3點鐘，同埋香港時間晚上10點鐘咧，記得入到嚟咧同我一齊講波經，一齊傾轉會窗嘅事件啦。好啦，約定你啦，聽晚見，拜拜。